力神。今集要講嘅係日本滑雪國手金井夢露，佢嘅人生真係可以用過山車嚟形容。夢露出身大阪一個體育世家，阿爸係單板滑雪教練，從細就用魔鬼式訓練栽培佢。12歲成為史上最年輕職業選手，14歲攞全國冠軍，18歲仲攞埋世界青少年錦標賽冠軍，全日本都話佢係天才少女。但係2006年都靈冬奧會上面，佢喺初戰2次失誤跌倒，直接出局，由天堂跌落地獄。日本民眾群起鬧爆佢浪費公帑，仲有啲人當街模仿佢摔跤取笑。19歲嘅夢露面對呢啲輿論，冇人教佢點面對，只係選擇逃避沉淪夜場，俾牛郎榨乾晒所有積蓄。為咗維持面子，佢仲去做陪酒女賺紅包，結果被雜誌爆料，再次成為輿論箭靶，甚至一度輕生。之後經歷失婚、流產、身體出問題，人生跌入谷底。但係佢又一次令人震驚，出版全裸寫真，再轉戰拍 AV 賺錢為生，徹底被社會貼上笑話標籤。但係呢個故事唔係咁簡單完結。2018年，所有人以為佢玩完嗰陣，佢竟然重返滑雪場，用4日特訓喺全日本錦標賽攞冠軍，高第2名14分。當佢再度喺雪地轉體飛起嗰下，全場靜晒，大家終於記翻起呢個被唾棄過嘅女人，曾經係天才。夢露咧用自己嘅人生證明，無論跌到幾深，永遠有機會重新企起嚟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勵志又真實嘅故事，記得 follow 我哋頻道同 IG。